大家好，今日係2025年11月29號，歡迎嚟到 AI Automation 每日新聞。想知今日有咩大事發生？咁就聽住啦。首先，依家有個 McKinsey 嘅報告話，AI 可能會自動化57%美國人嘅工作時間，但其實就唔係話所有工都消失。佢哋講，雖然 AI 可以自動化唔同任務，但人類仍然係未來工作嘅核心。AI 流利度已經成為最搶手嘅技能，係未來職場一個超級重要嘅能力。其實都係要求我哋重新設計工作。而家講到 Amazon，佢哋最新部署咗超高階嘅 AI 去提升倉庫機械人嘅能力，提到可以學習大量數據，幫佢哋更好地識別同分類產品。好癲啊！唔需要人手逐個程序編排，而且仲與人類員工合作。但唔少人都擔心，長期嚟講，AI 會對物流同倉庫嘅人手有咩影響呢？跟住 Tesla 又出新招，佢哋推介咗更新版嘅 Optimus 人形機械人，好多改進。例如平衡同物件操控能力增強，依家更適合用喺工廠同物流，真係好誇張。Tesla 真係一路向 AI 自動化轉型。最後有新研究話 AI 實施後，好多公司出現咗人手冗餘，甚至部分企業嘅人手超過20%。雖然普遍覺得職位流失唔會必然發生，但實際情況真係好嚴峻。今日嘅新聞就係咁多，大家覺得邊條最癲啊？即刻嚟加 comment 邊條最癲啊！